彩节目，一个节目我们就马上摸彩哦，摸彩哦。赞！哦，一个节目完就摸彩哦，摸彩啊，嘿嘿，摸彩啊！奖品很丰富的哦。这个是石英是美露的好心啊，石英好心啊，哦，优秀。石英来摸这个，大概这是美露的好心啦吼，啊，这款是律动委员会啊，我来出来了吼，这个较早是咱的王公小队总干事啊，大家第5份抽评，5抽评5张吼，啊，这主要验过吼，验过过了，我就我再讲一个阿哥，大家热过者，若无了我就等多讲，希望好不好？哦，啊，大机会啦吼，来，这个较早1块5块，1000块50号，伊无写名，1块5块，1块5块，这是对只迄个抽评吼，这算大个抽评吼，啊你啊，无你啊等下，若无你就做伙，就去换别人啦吼，来，啊再来时间比较赶快去。提出我的抽评来了吼。人到底啊？系啊，要怎样？苏建安、周建安184，哦184，摸彩啊184，千居英1987，1586，张朝杰1930，1939，罗文平106，106，106，
100公斤。来，安尼，队长，队长来，你来推荐，队长来推荐。队长你推出5领毛毯5领。我那毛床床。他哪？他哪？这是毛毯哈。张欣怡397，669，669，七优数794，翁天刘吗？对一个节目完了就马上摸彩哦，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节目都全部完了才摸彩，现在一个节目完就马上摸彩，哦，毛彩的。那袂动关键啦，那就嘛等下若咧抽大，我咧下次就开动嘛。那现在是，那咱接下来做瓜好，做几下这公分，这董哥。哦，那个冬天人很保暖，像迷糊路毛毯。爱情锁。一件就上万。淋雨。来，这里面哈。天天的一般的毛毯。哦，大家好，晚安。30岁。摸彩哦，那个节目完就马上摸彩，摸彩，哦，摸彩，哦，你看，有摸。谢谢我听呀，他不让你让我多少你给啦？多少你给啦？多少你给115啊！不差，好像是多啊，不差。哎呦，你能嘛？我上去了。渐渐的要离开现场。